镜头转来到国内，中华大川的葡萄当着时，不过顶个月落黄霜雨了后，阁熊熊变纸，地书这葡萄无法度长熟。就算已经教训呢，这葡萄皮同款是青色的，看起来无好食款，卖袂出去。这公司就导致接食品的厂商，把这款葡萄收去做加工。 一人一人已经教训的葡萄，但是外皮色水拢也阁是青色。即阵中华大川乡kỳ丰葡萄当着时，但是5月有黄霜雨方面影响，加上最近温度向升悬，农民讲雨水高加上日夜温差无明显，致使葡萄无长熟，就算甜度有够嘛卖袂出去。啊，连要落雨啦，无天啊，等于讲转色，金毛影响着，咧变色就无人。尾食来无温差，等一个怎么，有的怎无？其中一区啊，就是因为有吃到东北季风跟那个寒流的风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那一区基本上有8、9成长得不是很好。过去若是长熟失败葡萄，农民毋是送人，无就是加掉淡色。大川乡公所今年特别帮忙直接食品厂商来收购这寡无长熟的葡萄，要加工做葡萄冰加果汁。台中农改场就指出，若是有退酸，就算无长熟，嘛袂影响葡萄的甜度。甜度其实是不成问题，它是有多余的糖才会去转换。甜不甜的话，另外一个就涉及到的是酸度。发现讲今年的温室的时阵，都已经有农民已经有这个长熟等无过这种情形啊，所以我们开紧去找厂商，去问这看咱这边的厂商，虽然今嘛有做这个葡萄冰。 乡公所表示，目前葡萄收购量超过10吨，已经有厂商加工做成葡萄冰。公所嘛也搁咧积极协调，希望直接搁较侪厂商开发加工品，帮农民拍开多元的销路，互靠天趁食做事人有稳定的收入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